大家好，我係 Cam 豬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我會繼續發放更多正能量，令到你哋每一位能夠開心快樂每一天。多謝。10條教育鐵律網絡文章。如果你唔知道點樣教育你嘅孩子，不妨睇下以下呢10條教育鐵律。讀過同冇讀過嘅都係不一樣嘅人生。一，如果將來我有女兒，我不會從小灌輸女孩子要溫柔、要善良、要懂事這類思想。呢啲睇起嚟好似美好嘅字句，喺我睇嚟同道德綁架係冇兩樣。我會教佢哋點樣衡量利弊，做事前要想好得同失，先愛自己，再愛別人。我要將佢哋養成一個既世俗又浪漫嘅精明女人。愛自身先至係終身浪漫嘅開始。任何時候都唔可以失去理智同自我。如果總係顧及別人嘅感受，而忽略咗自己嘅心情，咁樣嘅人生無疑係可悲嘅。2，杯子裏先裝滿對自己的愛，擠出來的部分先去愛別人。愛自己唔係自私，而係自尊。先懂得愛自己，先至有能力去愛別人。清醒嘅人懂得點樣為自己而活，懂得只有先愛自己，先至能夠更好咁愛他人。當一個人自己能夠活得精彩嘅時候，先至能夠獲得他人嘅愛。3，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業。工作可以枯燥，也可以快樂，全看你怎樣對待。正確嘅方式係熱愛你嘅工作，並賦予佢巨大嘅意義，無論佢有幾咁枯燥同無聊。活喺呢個世界上，只有自己手中有糧，先至能夠心中不慌。安全感永遠掌握喺自己嘅手中，你先至能夠永遠唔會患得患失，唔會唯唯諾諾，小心翼翼。4，你聽我講，去揾一個成熟嘅、適合你嘅，帶住你往前走，格局比你大，教你人情世故，幫你想主意，佢會照顧你、保護你，俾你偏愛，溫柔都留俾你。只要能夠遇到呢個對嘅人，遲一啲其實亦冇咩關係。同一個好嘅伴侶喺一齊，佢能夠提升你嘅眼界，令你嘅情緒穩定，令你有接受命運所有嘅底氣。5，最佳的配偶應該是你人生戰場上的盟友，而不是找一個去滿足你的懶惰和巨嬰。一個男人俾你倒一杯溫水，半夜買宵夜俾你食，呢啲唔係稀缺嘅物種。真正嘅稀缺資源係對方嘅談吐、視野、格局修養、控制局面嘅能力同穩定嘅情緒。唔好睇小呢啲特點，要培養呢啲優點，所耗嘅成本係極高嘅。三觀同人品先至係決定愛情長久嘅關鍵。愛一個人始於顏值，陷於才華，忠於人品，定於三觀。夫妻關係最終係乜嘢並唔重要，但係揾到咗三觀契合嘅人，先至真正揾到對嘅人。6，你的收入取決於你最經常接觸的5個人。你要和比你更優秀的人在一起，這樣你才能變得強大。圈子改變未來，你同乜嘢人喺一齊，你先至能夠成為邊個。一個優秀嘅朋友，唔單止可以令你知道點樣叫做優秀，仲能夠喺好大嘅程度上激發你嘅潛能，使你變得更加優秀。7，當你觀察到自己的利益被侵害時，請務必即場翻臉。翻臉即係等於劃清界線，當場翻臉，有理有據，
盡顯豪邁；事後翻臉，則顯得你小腸雞肚，斤斤計較。當場翻臉，令人知道你嘅底線，你係唔好嘢嘅。幾個月之後再去翻臉，所有嘅人都認為你係麻煩製造者。記住，如果善良得唔到尊重，咁樣解決人際關係係最直接嘅方法，就係翻臉，即係劃清界線。一個明確自己界線嘅人，先至唔會輕易被他人踩踏尊嚴，唔會隨便出讓自己嘅利益。8. 如果你喜歡一隻蝴蝶，千萬不要去追它，因為你追不上它。你應該去種草種花，等到春暖花開的時候，蝴蝶自然會飛回來。即使你好鍾意呢一隻蝴蝶，佢冇飛返嚟，但係其他嘅蝴蝶飛返嚟，佢比佢更優秀、更漂亮。呢啲就係叫做花若盛開，蝴蝶自來。愛情係咁，生活係咁，事業同樣都係咁。比起主動嘅追求，被動先至係一種享受。當你專注於提升自我，成為更好嘅自己嘅時候，你會發現我哋無需要刻意去迎合或者討好。優秀嘅人同事會自然而然咁嚟到你身邊。9. 家庭的第一核心是經濟，而不是感情。婚姻生活本來就係柴米油鹽過日子，過日子係需要金錢去維持嘅。所有經濟條件都係基礎。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，冇經濟基礎，家庭成員容易陷入各種計較同內耗之中，對整個家庭發展都係不利嘅。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，即使再好嘅感情，亦經受不住日復一日被困頓嘅生活瑣碎所折磨。10. 無論親家如何，都要為兒女保留2張底牌。婚前懂得為兒女留一筆錢，婚後鼓勵兒女保有獨立事業。畢竟人心隔肚皮，邊個亦都唔敢保證你愛嘅人係能夠永遠唔變心嘅。婚姻唔係人生路上嘅保護傘，只有自己變得獨立強大，先至能夠自己成為自己嘅保護傘。言傳身教同締約教導之下，孩子都有各種嘅領域闖出咗一番天地。為人處世嘅人生哲理，點樣正確認知財富，教育兒女點樣如何投資同花錢。老話都有講啦，錢留給子女，子女遲早會用完；而把快樂和智慧留給子女，子女將受益終身。聽智者嘅智慧，就好似站喺智慧嘅人嘅肩膊上，令父母對教育子女更加有章法，亦能夠令父母眺望更加遠嘅路，睇到孩子未來更加多嘅可能。無論你係為教育子女而煩惱嘅父母，抑或係剛剛畢業迷惘對未來不知所措嘅大學生，又或者係喺創業路上遭遇坎坷嘅中年人，都可以參考以上嘅鐵律，從中可以揾到解決問題嘅方法，揾到打開財富密碼嘅鎖匙，讓你早日實現財富自由以及美滿人生之路。